Hello， 大家好，又係我 Jason。今日係一個潮文共賞嘅影片，喺網上見到一篇貼文啦，或者文章啦，其實都唔算係文章嘅。咁我先讀一讀篇潮文俾大家聽一聽先。裏面就係咁樣講嘅。近排收到好多嘅通知，我哋家庭長期俾某幾個人喺各大頻道集體咁不停咁俾人抹黑。而當中有粉絲提醒我哋呢樣嘢並唔簡單，故事裏面一定有金主提供資金，先至會有人可以咁花心機時間長期咁針對我哋。而嗰啲表面上出手又或者出面嘅，只不過都係打手，背後嘅原因就係想停止我哋喺媒體之間嘅操作。你哋試諗下，喺咁多頻道分享馬來西亞裏面，點解淨得我哋俾人針對呢？而出資金去打擊我哋嘅公司或者集團，一定係我哋曾經來往過嘅生意或者對手，甚至乎可能我哋做推廣產業嘅時候打擊到其他啲同行。所以大家明白事理嘅粉絲唔需要再 share 俾我啦。呢啲書文嘅資料同埋頻道相關嘅資訊通知我哋，唔知佢講乜嘢啊？因為佢哋只不過都係收錢做嘢。喺正常嘅思維裏面，大家互不相識，邊有咁多時間咁好心機去針對一個只不過係頻道裏邊嘅小角色？有咩利益呢？係咯，有咩利益呢？大家都無怨無仇，又唔係殺父仇人，會唔會嘥咁多時間啊？係咯，諗都知啦。所以明眼人都知道，我哋俾人出打手追擊，阻止增長。我哋之前要打擊嘅都係會出樣，又唔怕嚟針對我哋嘅人。而家佢哋已經匿埋喺個地氈下邊，好似跳蚤咁樣操作。其實我哋都唔係太過關心，因為對我哋一啲影響都冇，亦都唔想為佢哋嘅黑頻道作無謂嘅宣傳。大家出嚟做過嘢，見過世面嘅人都知道，世態就係咁無良，咁唔公平，咁冇良心。身為一個小小嘅市民，小康嘅家庭，能夠對於集團式嘅攻擊可以做啲咩呢？我哋只有默默咁接受，做好自己。我哋雖然忙碌，雖然避開咗呢啲嘢，唔打算去關心，但係心底裏面好清楚，日子耐咗，一定有啲蛛絲馬跡去揾到邊個係金主或者邊間公司。人在做，天在看，事情總會有一個坦白嘅真相。就好似上次一樣，我哋揾到背後嘅人出嚟，就會作出真正嘅反擊。今天的事再大，放到明天就是小事；今年的事再大，放到明年就是故事；今生的事再大，放到來世就是傳說。唔知阿乜春，唔知大家睇完或者聽完呢一篇潮文之後有咩感覺呢？嚴格嚟講，呢一篇係一個好情緒化而且好有陰謀論式嘅貼文，所以今日呢一集就同大家拆解下裏面嘅核心，目的係令到大家唔好俾呢啲情緒勒索做情緒宣泄，而係重建翻大家啲理性嘅思考框架。我哋會揭穿裏面嘅邏輯漏洞，好似呢一句近排收到好多嘅通知，我哋家庭長期俾某幾個人喺各大頻道不停咁樣抹黑。其實呢一句係一個好典型嘅一句，一開場就同大家講我係受害者嘅方式，裏面會用到好多啦、長期啦、集體啦呢啲字眼去放大對立同埋將個情緒擘大嘅。而佢咁嘅用法唔係去講個事實出嚟，只不過係俾觀眾一個情緒嘅預設，令到大家一開頭睇第一句就知道佢哋俾人蝦。當睇到嘅觀眾慢慢俾佢哋導入到一個憤怒或者同情嘅狀態之後，佢哋就唔會再問究竟人哋講咗啲乜，做咗啲乜。嚴格嚟講就係冇證冇據。嗱，如果真係有集體抹黑嘅話，裏面應該講出一啲具體嘅例子同埋證據啊，唔應該用呢啲模糊嘅字去賣慘作故仔。呢啲長期俾人抹黑又話網絡欺凌呢樣嗰樣，講得耐咗，慢慢可能變埋佢哋嘅品牌添。即係話佢哋呢個頻道專門係用一啲俾人靠害啊或者俾人陷害嘅伎倆去吸收流量。嗱，我哋又睇睇另一句啊。佢話故事裏面一定係有金主提供資金，先至會有人肯花心機時間長時間去針對佢哋。嗱，裏面呢個邏輯咧係非常之錯嘅。
呢個係一個冇證據嘅假設，裏面講到一定，但係又冇任何證據，純粹一個主觀嘅感覺。嗱，呢句說話真正目的就係想轉移個責任，將所有所謂抹黑啊、誣衊啊呢啲批評合理化定變成因為收咗錢做嘢。當啲觀眾去接受咗呢個假設嘅時候，所有對佢哋質疑嘅人就會當咗佢哋係敵對嘅陣營。喺而家呢個社交媒體啦 social media 任何平台裏面，討論同埋批評本來就係一個好自由嘅行為嚟嘅。要去質疑或者去探討一個公開嘅賬號，根本上唔需要什麼金主。大家可以反轉諗，如果批評佢哋嘅都係收咗錢，咁係咪代表佢哋俾人懷疑、俾人質疑，又係收咗錢扮受害者呢？諗落呢盤生意都有得做啊！嗱，我哋跟住落去下一句，裏面話表面上出手或者出面嘅都只不過係打手，背後想停止佢哋喺媒體之間嘅操作。嗱，呢一句已經係一個陰謀論嚟噶啦。佢假設咗背後一定係有人操縱呢啲打手，但係又冇證冇據。但係佢哋嘅語氣就暗示，裏邊嘅內幕已經一早知道咗，俾佢哋揭穿咗。喺心理角度去分析嚟講，呢一種語言藝術就係將敵人去放大，由大家覺得係一啲宣文獨立個人嘅，慢慢變成原來有內幕黑手、有組織、有公司。嗱，大家可以試諗下啦，如果真係有咁嘅組織去攻擊，你最起碼都應該提供一啲具體嘅來源啦，有冇收錢嘅單據啦，有冇任何對話記錄啦？如果乜都冇嘅話，其實都係鳩噏，因為打手啊、宣文啊呢啲用詞實在太過方便啦，係人都用得。總之，任何唔同意嘅聲音都係變成 haters， 然後多過一個 haters 就會變咗集團式攻擊，集團式攻擊就會有金主。究竟背後係咪真係有咁大規模，定係還是佢哋有被害妄想症呢？然之後佢哋話咁多個唔同嘅 YouTube 頻道分享馬來西亞，淨係得佢哋俾人針對。嗱，表面上呢個好似係一個問題嚟嘅，但係實際上只係一個預設咗立場嘅反問。當啲觀眾聽到哇，俾人針對，係咪你哋太過犀利、太過勁，所以先俾人針對啊？喺心理學嘅分析，呢一種係令到其他人覺得受害者俾人覺得好似好英雄咁樣，令到啲觀眾粉絲相信佢哋俾人攻擊係因為佢哋太過成功。但係大家諗深一層，事實上呢一啲咁嘅批評唔係因為佢哋有幾咁紅、幾咁成功，而係佢哋嘅影片內容實在太有爭議。大家有興趣嘅可以睇翻佢哋3小時11分鐘24秒嘅直播。然之後仲有一句，裏面話出資金去打擊我哋嘅公司或者集團，一定係我哋曾經來往過嘅生意對手。嗱，呢一種係非常之自我中心嘅推論嚟嘅，講到好似全世界都係圍住自己轉咁。任何負面嘅批評都歸咎於係競爭者嘅打壓。嗱，某程度上喺心理學嚟講，呢一種係一種自尊心嘅防衛，即係佢太過自卑啦。成件事唔係佢哋錯，只係敵人太過妒忌佢哋。好多時喺社交媒體裏邊見到嘅一啲唔同嘅批評，同一啲商業競爭啊、錢銀瓜葛係冇乜關係嘅，絕大部分都係嚟自一啲觀眾嘅不滿。如果你將所有反對嘅聲音都叫做係對手或者係敵人嘅話，咁最後只係會剩翻粉絲會相信你。另外仲有一句裏面話，佢哋都只不過係收咗錢打工嘅傀儡。呢一句都係同樣冇證冇據，而且呢一句嚴格嚟講係一句人格嘅謀殺，完全否定咗批評佢哋嘅人嘅自主性。嗱，呢一種手法係非常之常見嘅，尤其是喺好多唔同嘅政治宣傳裏邊，當你要攻擊對方嘅支持者嘅話，好多時都會話佢哋都係收錢做嘢。大家理性啲咁樣去諗，其實唔係每個人都需要收買咗先會做出合理嘅批評，而且嗰啲批評係咪收咗錢先做嘢，一眼就睇得出。見到嗰啲一味淨係識得讚，完全冇內容嘅，好明顯就係收咗錢，淨係識得複製貼上啦。如果你見到嗰啲有理有據、層次分明，呢啲絕對就唔係一啲所謂收咗錢做嘢，而係真正嘅合理批評。如果大家連咁樣都唔識分嘅話，咁我都幫你唔到啦。嗱，成篇文裏邊仲有一句，我哋只係小康家庭，俾集團攻擊可以點樣做呢？我又可以點樣反擊呢？嗱，呢一句故意就拉低咗自己嘅地位，令到啲觀眾覺得佢哋係弱者，博取同情。
嗱，喺心理學角度嚟講，呢一種係一種叫做社會認同嘅操作，就係當啲觀眾認為我同你一樣都係好慘噶，我哋都係小樹一名，你哋可以俾集團攻擊，哇，真係慘啦，我都非常之同情你哋，結果就會自動企埋一齊。講真，一個家庭有2個頻道，有收廣告又有贊助，仲有唔同嘅慈善媒體邀請佢哋去拍片，雖然佢哋事後都鬧爆翻啲慈善團體唔捨得感謝佢哋，又接受過唔同媒體嘅訪問，咁樣都仲算係弱者。所以裏面嘅小康家庭只係一個包裝，真正嘅小市民又邊度會得閒咁樣日日拍片？我俾啲心機做嘢揾錢好過啦，係咪？另外差唔多去到最後裏面講到人在做天在看，唔知係咪睇完我條片有所感觸呢？佢哋話事情總會有個坦白嘅真相，呢句我非常之認同㗎。但係前提呢，要有足夠嘅證據去證明自己所做嘅嘢，而佢哋咩證據都冇，只係借個天嚟背書。我相信有睇過佢哋下咗架嘅直播片，佢哋就絕對有資格去做天在看呢個角色啦。最後仲有3句9唔搭8嘅，今日嘅事再大，放到聽日都係小事。表面上好似講到自己放低咗咁樣，其實即係淡化咗個責任。前面講到水蛇春咁長，又話俾人害啊，又陰謀，又金主，又有集團攻擊，到最尾話俾你聽，其實聽日只係小事啫。咁究竟你噏乜春呢？喺心理學嘅角度嚟講，其實都係算係一種認知嘅障礙。呢頭講完俾人針對，集團式攻擊，又有金主，轉個頭就話小事，其實會唔會係思覺失調呢？咁似 DJ 哥嘅，呢頭講完話自己有絕症，嗰頭又話冇乜事，佢哋都幾夾嘅，真係應該要一齊拍片啦。係啦，叫 DJ 過嚟拍啦，啱啦，好嘢，叫 DJ 拍 ，DJ 拍 ，DJ 拍 ，DJ 哥翻嚟拍。第2句，今年嘅事放到再大，去到出年就變成一個故事。呢句嘢無啦啦就係將一句好現實嘅衝突，將佢美化成一個故事。喺心理學嘅角度嚟講，呢一句係將個事實轉移。明明手頭上冇任何實質嘅證據去證明係受到打壓、集團式攻擊、針對各樣嘢，然之後最尾就同大家講，其實呢個只不過係一個故事。最後一句，今生嘅事再大，去到來世都只不過傳說。最尾佢哋用咗一個好逃避嘅方式去同大家講，頭先狗噏咗一輪，其實都係上一世嘅事，大家唔使咁認真，結果係點都唔重要，因為佢只不過係一個傳說。所以嚴格嚟講，成篇文只不過個情緒嘅鬧劇，前面去製造恐懼，後面去製造信仰，最尾嘅3句懶係有哲理咁樣，其實話俾大家聽，佢哋係鳩噏。所以鳩噏呢個 term 真係冇改錯名。最後多謝大家收聽今一集嘅節目，雖然你都可以當我係鳩噏。正所謂 YouTube 嘅世界，大家唔需要太過認真，認真你便輸了。我哋下一集再見啦，拜拜。